是不是啊？什么叫关一关包包去勇敢？什么叫包包去勇敢啊？被人家打啊，没有被人家打过是不是啊？操鸡掰嘞！不想理你们一些人，妈的爆弹2486啊！嘴啦，一些酸民嘴巴不用太秋啦。不买东西在那边乱撒小，操鸡掰嘞！只敢在那边呛，在那边酸，妈的约你酸视讯要不敢啊！约你酸视讯你要不敢，然后我说时间到没1000人我关直播，什么叫关一关去勇敢？什么叫去勇敢啊？我不知道什么叫去勇敢啊，好不好？你领吃脆螺馍，像你这种网络的吃脆螺馍，什么叫勇敢？来，龙18大哥你好。然后真的被封锁在那里，对不起呀、我以后不敢乱你了啦，你可以帮我解封锁吗？拜托你啊，天风哥，你即马是发狗哟，鸡摆无想要插，恁领鸡摆当做恁爸小的，足好欺负的哦。你们不买东西，我会理你们吗？静静看嘛，对不对？不买东西，你安静看，我会讲什么吗？不是啊，我刚才说如果没1000人关掉，他说什么关一关包包去勇敢，他直接这样跟我讲，我关一关包包去勇敢，这样对吗？谁的错啊？各位，对不对？搞清楚今天谁的错，对不对？什么叫包包去勇敢？你娘鸡掰嘞！你他包包勇敢啦！你娘臭鸡掰！叫恁爸包包去勇敢，啊你毋着做老干嘞？你懒觉偌大？你懒觉多长？包包去勇敢！恁娘臭鸡掰！当做恁爸食菜的哦！不想理他们，越来越过分，整天的啦。下大你是靠背的啦，还你妈鸡掰啦！那个 L 大不用理他啊，那来乱的啦，北兰啦。来，大概还有500颗，因为没有样品啦，哦，就这种颜色，就这种颜色，一面写，一面有一颗牙齿，一面有一颗牙齿，然后写天风2个字，然后另外一面写分享就
最低一次要买10颗，10颗200块，要的私讯粉专，10颗200，运费80块，一次买50颗打火机的话，1000块不用，888块含运费，888块含运费，哦，88块含运费，哦，再吃晚餐。哦，再吃晚餐好不好？888块含运费，拿到你的手上就是50颗，哦，就是50颗，好不好？哦，那个没有防风，哦，没有防风，哦，哦，没有防风了，哦。哦，因为说实在的，这打火机是用“天风”2个字下去做的，哦，啊，别人不行用“天风”2个字，因为有版权。哦，只要别人用“天风”2个字下去做打火机，我们这边就会做提告了。对啊，吃泡面啊。哦，要打火机10颗200，运费80块，50颗1000不用，888块含运费。哦，打火机没有防水哦。打火机我要怎么有样品啦？哦，卖乱啊无无，你第一届出社会哦。哦，打火机10颗200，运费80块，200块不含运。你一次买50颗，本来要1000，加运费1080，不用，880含运给你们。哦，我们有驻商没有错。我们已经有驻商了，哦，已经有驻商了。我们有驻商了，哦，再来用天风的，只要用天风2个字，全部都会做提高。你拿我名字天风2个字做衣服也不行，做打火机也不行，反正只要有天风2个字都不行，都可以做提高。哦，比这个做卖打火机没有谁在学谁的，好不好？哦，哎，杨博胜，你在说我是不是？杨博胜，如果你在说我一样，我这边会对你做提告。哦，我说真的，提告要花钱，我第一次听过提告要花钱的。
我直接影片录影下来，拿去警察局就好了。哦，打火机没有防风。再来，有网友传给我说，有人用我的照片去做赖啦，这个也会做提告了。这个做提告还会要求赔偿。哦，打火机就这个颜色。哦，打火机就这个颜色。哦，这个颜色。哦，这是样品的哦，因为我的打火机，每个人做打火机没有样品，这厂商给我的。一颗牙齿，天风2个字，另外一面写分享旧，这样听得懂吗？它是横的。哦，一颗牙齿天风，然后另外一边写分享旧。哦，就这个颜色。啊，字体也是白色。哦，字体也是白色。来，10支200块，要的现在私讯。50支1000块，运费80，不用，888块含运费就好了。哦，888块含运费。哦，澎湖娃娃吗？我不知道。哦啊，现在直播全程录影哦，继续对我，有些人继续对我公然侮辱，哦，我就对他做提告就好了。哦，我就对他做提告就好了。哦，打火机就这一种。哦，来，要调到最大火。哦，调到最大火。哦，来小火。哦，来十支200，运费80，10支200不含运费80。50支本来要1000块，加运费1080，不用，888块，优待给大家含运费，限量只有600支，售完为止。啊，之前不是说天风如果做打火机，我会买。别做了，应该没人要买。好，你去给狗干，拜拜。哦，乱的就封锁好了。哦，不要再解开了，很累。哦，乱的就封锁好了啦，永不解锁好了，不然，哦，给大家方便，大家一直当做随便，把你们一些人解开，要在那边乱。我刚才就说有一面是印一颗牙齿，然后写天风2个字，另外一边写分享旧，我有没有说？上面要印牙齿啊，我也知道要印牙齿。哦，50颗888含运费。
因为做要一段时间，厂商送来也要一段时间，所以各位体谅一下哈。下礼拜一统一让你们有买的朋友全部收得到。我就说了，有一颗牙齿哦，不要再问了。我在吃泡面吗？我在吃泡面，不关你的事，要跟你报备吗？来，姐姐，晚上好，好久不见。哎，姐姐，你很久没有买东西了嘞。哎呀，我今天玩具都卖不出去，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朱进龙迟早会有报应。我爸爸过世了，你还一直用我爸照片来乱。玩具很多啦，十几样啊。这边看到的，来天花板上面还有。哦，这边也有。放不下了，放到这边来了。这边也有。有没有看到？这边也有玩具。这边很多玩具。一旦被封锁的，不可能再解开了啦。用我爸照片的，用粉丝团来乱的，都封锁了。没有空拍机。很久没买，干你屁事？有需要跟你报备吗？来，罗大，我是跟你讲话吗？要打火机的自己私讯来直播关掉感谢那么晚了还那么多朋友上来看谢谢你们啦我干别人妈妈，我有指名道姓说干你娘吗？我问你吃泡面，你呛我干嘛？不能问哦。我是有指名道姓吗？我有没有指名道姓啊？事实干你屁事哦！我吃泡面还要跟你报备哦，你阮老爸哦，关你什么代志？食物件关你屁事哦！我有指名道姓吗？请问一下，莫名其妙嘞！我有指名道姓说你的名字，然后说干你屁事吗？你很奇怪嘞！我有指名道姓吗？莫名其妙。对不对？我有指名道姓骂他说干你屁事，我有说谁谁谁吗？不是啊，我有说谁谁谁吗？对不对？我有没有说名字啊？我有没有说名字说干你屁事？我有没有说全名？
你们永远有些人都觉得天风不会改，他错，永远都错。啊！你们不想想看，你们在骂人家，用人家爸妈的照片来乱人家做直播。你们一些人有想看看人家父母亲，哦，人家爸爸过世，你还用人家照片来乱的人吗？你们有想过吗？你们有想过我的感受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天风的感受啦？你用人家爸爸，人家爸爸过世好几年了，你用人家爸爸来照片乱，你用人家爸爸照片来乱，你有想过天风的感受在哪里吗？人家爸爸过世嘞，人家爸爸过世好几年了嘞。哎，各位评理一下啦，评理一下啦。我爸爸过世了，用我爸照片来乱，你们评理一下800多位朋友。什么？我拿人家弹布打火机？你在讲什么？我就说这个样品我都没有样品。一些人啦，有些网络上面乱传话了，一些人就相信了，没有买过东西就那边乱人家啦。哦，来，从今天开始，只要被解封锁的人，来，各位朋友，只要从今天开始被解除封锁的人，封锁已经解开了。如果再乱的话，再被封锁，永远不会再解开了。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哦，800多位朋友，注意听清楚了。如果你们的脸书已经被小弟我解开了，拜托不要乱。如果再乱，再被封锁，不会再解开了。哦，FB 我要封锁谁？哦，那是我的事。哦，蔡红红。啊，如果你不想看，你就出去就好了。峰哥，我的发言解了没？陈小万，你是真账号还是假账号啦？靠腰。白政伟，白政伟，你好像有买过东西哦，有吗？其实你就好好做生意，不用管那些说明，是没有错啦。啊，我一直乱，要怎么好好做生意？陈小万，我要没封锁你，你斜靠腰哦。白政伟，政伟哥，谢谢啦，赶快啦！
打火机10颗200块，运费80，50颗1000块，运费80，不用888块含运费就好了嘞。靠背，你突然换照片，我哪知道陈小万？你看，你这不孝子，你看，要用我爸爸照片呢，死了你也拿出来开玩笑。你那么喜欢用我爸照片，等你爸或你妈过世了，就不能打字发言，不然怎么办？我哪知道我要没有封锁过你，陈小旺，我要没有封锁过你，靠腰。那是 FB 公司老大，因为 FB 现在很严啊，我也没有封锁过你呀、这边有卖黄金吗？有卖枪啦，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买枪啦？我这边有一把枪，你要不要？我下面这一把30年的枪啦，你要不要买？这边有卖黄金吗？看一下这台卖什么好不好？这台有卖黄金吗？我下面这一把30年的枪，你要不要？峰哥，我老公郑伟伟的纪年结了没？那个不关我的事哈，那是 FB 的，不要你们很多人没办法留言，就怪我封锁那个 FB 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有些人可以看，不能留言，那个不是我的事，那个是 FB 的事情。哦，先跟各位讲一下。我这边有一把枪，我这一支30年的水枪。哦，我下面这一只大屌30年。哦，看一下本台卖什么好不好？这边有在卖黄金吗？你以我这边黄金店哦。来，如果对小弟打火机有兴趣的，想要买回去收藏送人的，私讯粉砖。峰哥可以加赖吗？有买过东西才给赖哦，拍谁？哦，有买过东西呀、哦，打火机10支200块，50支特价880含运费，限量600支，售完为止。来，直播关掉。